今年3月，有一种水鸡正式互人列作是台湾特有种，叫做稀池徛黗水鸡。目前全台湾敢若伫咧南投的稀池乡才会当看到，数量敢若是300只到700只尔，非常稀罕，而且有这别种危机。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为着要研究这种水鸡的特性，还佫采这摄影机来甲伊记录，也和这动物园合作，要来进行复育。一只港的水鸡伫南地跳来跳去，跳入去淡湿的土内底作秀，发出叫声，等太保的水鸡来生卵。这是3月拄正名的台湾特有种水鸡，就号做稀池徛黗水鸡。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副研究员指出，稀池徛黗水鸡目前敢若分布伫南投县稀池乡，数量才300到700只尔，是有别种危机的水鸡。蛙的物种大部分会筑巢，那在巢中鸣叫，吸引配偶雌蛙过来生殖产卵啊，所以这个栖地比较特殊，它不能够是一个很水流很湍急的溪流，它也不能够很干旱。大部分现在看到都是在溪流的源头，有些泥滩地，水流没有很强，那少的人为干扰是比较好的环境。研究员表示，目前稀池徛黗水鸡的生态地面积大约才一个篮球场，加上一个骹球场遐大尔。世界上像同款会做受生卵预防之人的水鸡非常罕见，敢若11种左右。研究员强调，若是有农业污染、人为干扰，恐也会造成灭种的危机。目前上重要的是要保护生态地，增加族群的数量。它的繁殖季其实是有配合梅雨季的。那梅雨季的尾声的时候呢，这些来不及被后面的雨冲刷到下面的溪流的这些蝌蚪，自然命运下会干死。所以后来我们才想到说，如果可以把这些蝌蚪救援回来的话，其实不会影响到母族群。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手段。新德社表示，这款水鸡伫5月到8月生蛋，因为生蛋地无适合有人行打，所以真好观察。团队用摄影机长时间追踪，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同齐来复育，也积极找找和南投稀池环境相像的所在，希望未来河水鸡数量愈传愈多。记者刘家丽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